各位兄弟姊妹，馬竇福音好重要嘅神學思想係講教會。耶穌宣講天國嘅信息，就係賴教會去實現。上個主日福音去講耶穌第一次派12門徒外出傳教，傳教嘅工作係會遇到挑戰，甚至迫害。今日福音重複咗3次，不要害怕。耶穌叫門徒，亦都係叫我哋每一位唔好驚。福音中耶穌話：我在暗中給你們所說的，你們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報告出來；你們由耳語所聽到的，要在屋頂上張揚出去。呢幾個主日嘅福音係耶穌關於傳教嘅言論，去建立教會，召叫人成為基督徒嘅目的，就係為將佢嘅喜訊同埋救恩喺後世去延續。我哋作為基督徒，我哋要以我哋整個嘅生命，以我哋嘅言行去作證天主嘅愛係真實，去作證福音真理係不容妥協。點解去作證、去傳揚福音會受到挑戰甚至壓迫呢？其實喺教會歷史2000年來呢，冇終止過對教會嘅壓迫。唔通耶穌講啲嘢唔好咩？當然唔係啦。其實為好多唔願意接受耶穌嘅人，唔係覺得耶穌講啲嘢唔好，甚至亦都揾唔到好合理反對耶穌嘅理由。但係點解唔接受？因為接受耶穌嘅教導要提升自己，要悔改。個世界好似唔係咁樣運作嘅喎。基督信仰講嘅愛、講嘅犧牲，踐踏咗世間所崇尚嘅極端自由啦、利益啦、好處等等。人唔願意悔改，所以不但唔願意接受喜訊，反而覺得基督徒所講、所持守嘅價值擾亂咗佢哋嘅生活。所以我哋作證嘅時候係會遭到攻擊。不要害怕，好似唔係咁易喎。尤其有啲情況，我哋企穩立場係有後果。福音話：你們不要害怕那殺害肉身而不能殺害靈魂的，但更要害怕能使靈魂和肉身都陷於地獄的那位。呢度唔係比較緊呢，應該驚邊個多啲啊？嗱，我哋唔聽天主呢，會落地獄噶啦，承唔承擔得起？唔係講呢樣嘢。耶穌提醒我哋時時要有超性永恆嘅目光。世間嘅壓迫只係一時，但我哋信嘅係永恆嘅天主。讀經1耶肋米亞先知書話：上主好似一位孔武有力嘅戰士，迫害嘅人只有失敗，決唔能夠制勝。唯獨天主係有最終嘅勝利。我哋對天主勝利嘅盼望唔係盲目，而係建基於天主嘅忠信。天主嘅忠信即係意味住佢喺任何處境當中都唔會離開我哋，都會愛我哋。呢個係天主嘅忠信。天主嘅忠信要求我哋每一位都忠信。福音最尾嗰句話：凡在人面前承認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承認他。但誰如果在人面前否認我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否認他。天主唔係一個小氣嘅天主啊！嗱，你唔認佢，佢就嬲你。天主唔係咁樣，但天主以住佢忠信嘅愛咗我哋。佢只係渴望我哋以言行去見證佢。但係如果我哋唔去，又或者我哋根本唔係打從心底全然接受耶穌同埋教會嘅教導，對天主有保留嘅話，係我哋自己拒絕緊天主忠信嘅愛。天主俾自由我哋揀唔揀佢呢？其實點解人會揀天主啊？其實點解人會喺困難挑戰當中仍然堅持為佢作證啊？教會歷代都好多人為信仰而堅持，甚至犧牲，只係得一個原因，就係愛。
福音都講到我哋係好貴重，我哋每一個人喺天主面前都係貴重，甚至連我哋嘅頭髮，天父都一一數過。讀經二聖保祿宗徒致羅馬人書講到恩寵，恩寵同愛其實係同義詞，有愛就有恩寵，有恩寵亦都有愛。天主最大嘅恩寵就係借住耶穌基督對我哋每一位嘅拯救。今日福音提醒我哋不要害怕，我哋真係要做到不要害怕。我哋嘅動力就係要返去天主對我哋嘅愛當中。當我哋真係打從心裏肯定天主對我嘅愛係徹底嘅，呢份愛會催逼我唔能夠妥協，而真正嘅愛係會使我想其他人都感受到呢份愛。我哋要喺愛當中先能夠去為信仰堅持同埋傳遞。所以喺傳遞之前，我哋首先要喺祈禱當中返去天主對我點樣忠信，天主點樣愛咗我呢？我係點樣被蒙拯救呢？我哋要反思呢啲問題，我哋先有力量去傳遞福音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正如今日嘅答唱詠，天主，求你按你豐厚的慈愛應允我，讓我哋都喺天主忠信嘅愛當中企得穩，讓我哋都喺每日嘅祈禱當中肯定自己被愛，讓我哋每日都向天主求信德，使到我哋能夠喺困難挑戰嘅時候，仍然能夠堅持去傳遞、去作證。天主係滿有豐厚嘅慈愛，當我哋願意謙遜去求，佢必定應允。就願賜恩寵嘅天主時時同我哋同在。